5的时候往后，5、6、7、8的时候要做刚刚那个切的动作，8，可以吗？来个8，有人想吗？对侧，对，从后，对，气走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2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可以吗？再次预备，气走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2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再次预备开始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2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好，3的时候右手伸出去，3。这个手不可以挡到你的手，对，所以你先把它压下来，对，然后手后3、2、3、4，左右一个后，换边5、6、7、8，应该是说挺胸往后，对，可以吗？再收，预备开始，3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到这里可以吗？可以吗？再来4、2的时候，左手叉腰，右手右脚，4、2、4、2，所以这个用手腕感觉去插头，4、2，换边3、4，可以吗？手要勾的哦，再持续走，4、2、3、4，然后好，可以吗？再一次哦，来，手放好了，对，5、6、7、8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2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3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4、2、3、4，好，想一下，对，收好，看你们了，打开，5、6、7。